台南山啊，正咧大出，宜兰周一期总日顺积极替农民来请兵，因为根据历年来资料显示，来外销比例以及加工量、甲地方认为的事实落差真大。其中110年甚至出现美国是外销第2。宜兰批评市府提供的资料根本是作假欺骗。不过局长竟然解说是拍字拍唔对，对此市长才回应会来检讨。我们可以看到，111年我们台南有外销有写到美国嘛？美国哦，对啊，相当前呢。这是恁家己写11年啊，所以我伫咧查无资料，我想要请教一下，你们这份资料你们去做的时候是随便做还是怎样？不是，我议员做者不过，因为咱咧虽然咧外销，伊大概话咧咱内销差不多7成，外销差不多2成，啊加工差不多。我要问的是说，这一份资料是你们农业局提供给本席的。那我想要问一下，你们的这个出口，你看在11年有一个美国，我想要问一下，这美国是什么东西？美国的部分我是过来做者，因为业务科提供我美国的部分，我过来做者确认。所以连你家己嘛唔知影原来咱美国有通路的对啊，还是讲这美国是黑白写还是写唔对？不是黑白写啦，因为这款物件无可能你做精准去算。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精准算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提出这个数据嘛。你这个在糊弄人民，糊弄你们黄市长啊！宜兰质疑来外销的资料欺骗，主要是认为一直以来山影外销中国甲香港一直是大宗，结果都唔敢讲，好有市府千万唔通因为政治对立影响农民生活。我们要想办法把水果推出去，尤其是说，咱若愿意要接受咱的水果的时阵，咱得要想办法去把咱所有上好的水果呈现出来。让人家买的时候，人家也买得甘心，而不是人家觉得说人在给人嫁祸。我们台湾的芒果品质是非常好的，是全球都知道的。那如果他们大陆去阻挡，他们不要，重点是他们那里的进口商，他们也很希望有我们的水果，因为我们水果品质是非常好的。是这一部分，黄市长你应该要了解到。我了解这个部分，我想说。这个水果产销最好不要掺杂政治的成分。没错。那所以说，对于我们的包括芒果也好，或先前您隔壁的像关庙他们的凤梨也好，其实如果中国大陆愿意跟我们采购，我们觉得都是很好的事情。台南的山影伫南西、玉井甲南华3区的财政面积得占全国4成，往年拢有8万吨的产量，只有今年将近3万吨，而今年渴望到8万8千吨，所以希望市府积极协助农民来外销加工。台南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。